那么下面这个论议呢，就是分那个4个方面，就是讲啊，就是分那个4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讲那个全修这个密法，然后呢，就讲这个发菩提心，再讲这个发出离心，然后呢，就是做这个好人啊，就是从4个这个角度来讲的。其实这个道的次第呢，就是非常这个清楚啊。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住要道论的话呢，就是讲出离心、讲菩提心、无二慧啊，就这3个要道，就是这3个主要的道。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4住要道，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这个大圆满的密法，就是也就是说无二慧。无二慧呢，就是有密法和显宗的法。宗喀巴大师菩提什么那个三住要道论里面只讲的是显宗的中观的这个无二智慧，这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显宗的中观智慧的基础上呢，讲了无上密法的这个这种这个大圆满的这个见解，就是这是第一个。那么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是非常这个值得追求的，就是非常殊胜的。这样的大圆满的这个修行境界是依靠什么样得到呢？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而得到的啊。就是入心论里面讲的，也没有菩提心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上面的证悟都没办法的，就是一定要依靠菩提心而得的。那么菩提心是依靠什么而得到的呢？依靠这个出离心而得到的。出离心是依靠什么而得到呢？就是要一个贤善的这个人格。所以如果我们倒过来的话呢，就是先做好人，然后呢就是对世间不要有贪执生一个出离心，然后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发菩提心。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可以这个学密法啊，就是学或者是般若这个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们也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一般凡夫人呢，根本就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8万4千法那么多。我在这个香港和美国的有些书店里面就是看过，就是中国也是前一段时间也是看过一些这个书店，特别大的书店里面，包括这个佛教的有些书籍都是多的不得了，就是千经万论，全部我要这个学习的话呢，短暂的人生当中怎么会是能学得完呢？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了。但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教研呢，所谓的这个教研的话呢，全部归纳起来，就是让我们这个完全明白，就是就是要成佛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修这样的这种无二智慧。这种无二智慧是依靠就是前面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和这个做好人，就这么几个问题当中呢，所有的这个法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包括了。所以我们就是人生呢，就是应该有目标，应该呢有方向啊，就大家应该要懂这个道理。我是经常这样，也并不是说刚才是讲的一样，就是因为我的上师的原因，就是现在有些人一样，就上师明明犯错误不会，我的上师是佛陀哪里有犯错误啊？就是我们藏的有一种这个俗话叫做是口中带着肉的话，那不承认，就是比如说他吐的肉啊，就是让他正在含在口里面的话呢，他都不承认。我没有吐过你的肉，这边就吃边这个说，就不是这种人，就是明明看这个自己的上师是这个坏人的话，那就不会，上师是佛。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真正是对这个佛教的贡献和对自相续的一种这个获得的这个利益啊，从这2个感觉的角度来这个端定的话，那就是的确是在末法时代当中的话，那就是活生生的这个佛啊，就是来到我们面前，就是已经这个就是度化众生，就是这样的这个想法。那么这里首先就是讲的这个刚才讲的有4个要点里面呢，第一个是全修密法。全修密法里面呢，就是修密法是这个功德和还有呢就是讲那个修密法的因缘，就是分2个方面。首先修密法的功德，深深光明大圆满经文，次句断有根，6业修要得解脱，唯此名可于心中。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深深的这个一般人就是难以通达的，就是很难以这个悟道的，就是甚至呢，就是也就是有些就是智慧浅薄者，就是容易诽谤的这样的这个宣说这个心的光明，就是如来藏本体的这个无上大圆满。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这个尼玛巴也在这个讲，尼玛巴的这个主要讲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其实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大威德大手印等等，这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这种法，也就是说是从这个现在这个显宗的角度来讲呢，是大中观的这个可以名词来代替。那么这样的这个大圆满法呢，其实是就功德很大的就仅仅是它的一些词呢，就我们听到了
或者呢就是我们借助了他的法本，或者我们意念就是想一想啊，或者代这个生产就闻解脱、见解脱、细解脱，还有呢就是触解脱就解脱啊，就是密法当中我们一般凡夫人是难以想象的。就像一个人呢，从来都是没有坐过这个拖拉机的人呢，就是看这个飞机里面坐人的话，他根本不相信的，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拖拉机都没有坐过，就是这是天天骑在牦牛背上的这个小孩童啊，他不相信。所以大圆满的这种无二这个智慧的境界，在自己没有这个修行啊，没有修行的话呢，根本不相信。但是像我们的话呢，虽然没有真实的开悟，但经过20多年当中。可以说是就是用自己的智慧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思维过，也感受过，也得到过他的一些真正的这种利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有人呢，就是以大圆满的一些言辞啊，或者是里面的有一些词呢，断章取义的说一些没法是不如法的话呢，我们只想笑，就是不想给他回答，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很可怜呐，就是这个人极其智慧非常的这个浅薄，只看出来他的浅薄。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根本不想就是这个人肯定会不会拿出一个特别高的这个一些依据或者是推理来，就是对这个密法就是有害，就是不会这样的。尤其是你到了这个，尤其汉传佛教也好，现在世界上的有些对密法不懂的人，从来没有去过藏的。你一去过跟藏传佛教徒一起学习2-3个月的话呢，可能大圆满的基本的有些推理的是你搞不懂。就是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博士和一些博士后啊，就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傲慢，就后来跟中观和移民，不要说大圆满，中观和移民的有些推理的话，那最后都没办法就是退，就是他认为是好像物理化学里面那样这个简单，就是最后就特别就升起信心了，就是慢慢就是对这个佛法升起信心。所以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仅仅是闻到一些词句的话呢，断除这个三有的这个根本啊。当然，这个是中观400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对一般的这个中观升起怀疑的话呢，也能断除的话呢，无上密法戒足的人呢，更不用这个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这个真正是按这个假心和真心，就是核心，就是如理如法的这样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如果心性特别大的，就是心根不错的这种人呢，在6个月当中啊，就是也能就是获得这个得到解脱的。以前那个金刚这个章序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不动什么不动心结信6月，金刚次第能获得啊，就金刚次第能获得。这个教证应该引用在这个好像上师什么世事无事颂啊，还有一个叫那个实验庄严序啊，就实验庄严序里面呢，就是说是不动心结6月中获得金刚次果位啊，就这个是在大圆满虚幻修行和禅定修行里面都引用过。意思就是说呢，有恭敬心和有信心呢，在精勤的6个月当中修持的话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不动如来的这种，也就是不动就是金刚持如来的这种果位啊，就金刚持如来的这个果位。短暂的时间中6个月啊，也可以。你跟这的话呢，就完全可以。我们这个寂增大圆满啊，一些龙情灵体的大圆满的话呢，就是也能获得。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听说的人当中呢，可能也没有得过灌顶的，但是这样的功德给别人讲一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修法，也没有这个讲啊。所以的确是我们上师如意宝的传承弟子当中啊，我们亲眼这个所见的很多这个弟子的话呢，真正是修行大圆满以后呢，最后啊就是出现这个瑞相啊、成就啊，这种现象是非常多。我以前也是做过一个就是密宗这个修行成就的一些这个论文吧，就是你们也可能见过。尤其是6个月当中的话，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汉地一个比丘尼叫明慧，可能我在课堂上也讲过几次。他在大概是这个93年呢，就是93年当时好像是那个9月1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三处三引导文，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引导文呢，已经这个讲完了。平时他对密法的信心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当时真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就是身体也不太好，但后来他得到通知以后呢，说是人生无常的，大概就有什么长的时间也留在人家报告说，就是一定要到这个学院去。后来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好像当时讲了大概100天左右吧，就是但时间忘了，就是讲了多长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啊，就是他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进，就是非常的精进。后来我们这个9月1号的时候呢，就是讲完了，然后他就回去看病去了。就是最后就是3月1号，就是应该94年的3月1号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学院里面现在叫什么
妙丽是吧？他的姐姐叫郑如，就是他在从雅安这个金凤市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学院没有，不要说是手机，就是连那个就是座机的好的电话都是没有的，有一个树摇的这个电话，然后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电话，就是说是郑如说呢，就是说明慧就是圆寂了，但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瑞象。我看了一下时间，刚好是6个月，差1天都没有，就觉得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后来呢，他身边的人都是，就是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就是这个身体的缩小也好，就是当时这个圆寂的时候的这个身体啊，就开始做起来，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祈祷，就是大圆满的这个传承上师和这个阿弥陀佛。所以我自己的话呢，就是的确是这个深信不疑，就是依靠密法的这个加持，这6个月当中，但这种根基的话呢，它也并不是，刚才中午的时候我睡了一会儿，我都做梦，就是做了他的梦了，还可以啊。那个是，然后那个怎么说？刚才说的呢？对，有些不能说啊，说的太多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平时的这个智慧都不是很高，但是心性确实很强的。所以我们大圆满当中的话呢，就是逆根者的话呢，就是心根为主啊，就是对上师三宝，尤其是对密法的信心特别足的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就是这个密法不舍弃，对密法有信心的话，的确也是能获得这个成就啊，就获得这个成就的。所以法王呢，就是在这里也说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大圆满，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啊，遇到是非常难得，唯一的这个窍诀呢，就是铭刻于自己的心，就是这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在学院当中的人呢，都已经可以说接触过这些密法的。但是菩提学会的其他的人呢，可能以前呢，就是也不一定所有的人接触。但是你们没有接触也不要紧，先我们就是因为大圆满前行呢，就是也是密法啊，就是先这个开端呢，就是精心修持。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密法呢，一定要灌个顶，一定要马上要灌这个本来清净自知心性，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好。我是不太赞叹的，因为我们很多凡夫人呢，先基本的这个假心要修完，假心要修完了以后呢，在这个通过灌顶，再通过修行真心的时候呢，真的这个感觉和这个真我的境界呢，就完全是不相同的。因此呢，按这个次第来啊，就这个很重要的。不管是5个光尊在摩诃仁波切法王如意宝，就要有这么特别严格的一种要求。现在的有些上师们呢，可能也有特殊的一些摄受方法吧，就是从上面下来，在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墙基呢，还没有稳固，然后墙上面呢，画了特别好的一些画啊，图案呐，但结果墙基不稳的原因，过一段时间画完了以后呢，也许会倒塌了，有这个危险性。如果你先把这个墙基稳固完了以后呢，你在这个上面的画纹呢，还是比较稳妥的。所以说，上师呢，也要求我们这个修的这种密法的话呢，因缘非常殊胜，希望大家不要毁谤，更不要呢这个舍弃啊。如果你实在是信心不起来的话呢，你要去研究啊，你们跟现在藏传佛教也好，很多的这种法师们研讨一下。你说我对密法生不起信心，为什么？让生不起信心呢也可以，我们现在仙宗当中生不起信心的也有，但是呢，你没有一定的理由之前的话呢，千万不要对密法有一些成见，否则的话呢，汉传佛教的以前的一些大德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对密宗毁谤，后来呢也自己做忏悔，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说这个大圆满无上密法是非常殊胜的，我们呢一定要依靠这样的这种价值啊。摩诃仁波切的有些教言里面说，在末法时代的这个黑暗当中啊，其他的这个法呢不是特别容易调伏众生的烦恼，依靠无上密法大圆满的话呢，那完全的断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一切这个烦恼。所以说我们呢从今年开始，我也是想过很多次，后来呢想每天只是讲一点仙宗的话肯定不行的，还是要这么好的无上密法放在这里，我们在旁边学仙宗。当然仙宗是非常好的，但是仙宗的深层的内容呢，
就是应该与密法这个接近。但有些地方呢，我们对宪宗密宗只是研究那么长时间，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我们对宪宗并不是排斥的，但是有些事情呢，你们这个学了以后，就是才应该这个明白。因此呢，就是今年呢，就是我也是很大胆的，就要求大家呢，就是这个修家信，就是最近呢，就是看到就是各个地方翻译的话呢，应该很不错的啊。就极个别的一些报这个经头组的话呢，可能年龄呢，就是种种原因吧，就是原来想象的可能是经宗一半，这个家信一半，就是有这么样的想法。但现在看呢，很多人呢对这个密法的这种了解越来越就是不错啊。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呢，有可能这个交通啊、语言啊、民族的一些习惯啊、历史背景啊，有种种的这个原因，对密法的有些好的地方呢，就是没有了解。然后外面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呢，他们断章取义的，什么说神通啊，就是说什么就这样那样的一些行为呢，就是带着这个密宗的这种口号，然后呢，就是在外面这个宣传，这些都不是密法的究竟的这个意义。所以呢，我们遇到密法，就是大家应该心里就是有一种这个特别虔诚的信心。下面也讲这个因缘，于此生法三缘中，前世内界即自果，于普贤王同缘分，诸道友当生欢喜。那么遇到我们基层当中遇到就是这个密法的上师，然后就是德国灌顶、德国传说，甚至呢，我们现在也是宪宗的弟子也是念这个楞严经啊、楞严咒啊、往生咒啊，其实这些也是密法的这个一部分，就是可以这么说。如果宪宗当中一点密法都没有的话呢，那也是不对的。密法的这个宪宗的这种深意，也就是它的隐藏意义呢，就是在密法当中可以解释出来的。因此，这个遇到了这样的这个神圣密法的这个具有殊胜三缘的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的话呢，肯定是前世啊，就是多生累劫的这种三缘聚合一合呢，才能遇到就是今生当中的密法。吴国光尊者在那个生辰报称论里面就是引用两个推理啊，就是第一个推理呢，就是说是我们这是在座的所有的人是肯定是以前供养过、承事过无量的这个如来，并且呢就是成为过他们的这个眷属，因为今生当中呢遇到这个无上密法的缘故，就是这是记得好像第一个推理。然后第二个推理的话呢，我和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呢，今生或者是中阴或者来世的话呢，一定会是获得了这个成就，因为遇到了无上密法的这个缘故啊，就是我们从这个隐秘的角度来讲，通过两个推理来讲啊，现在我们凡是听闻这个密法的这些众生的话呢，都是以前跟这个密法有殊胜的这个因缘了。有些人已经得过灌顶了，已经得过这个上师的这个传承，还要问啊，就是特别的这种愚痴，哎，上师我有没有这个密法的因缘呢？真是这些人不懂因明，就因为你已经得过了这个上师的灌顶传法，还要问什么？就是这是真是一种这个愚痴的表现。就是所以说啊，就是凡是基层当中就是遇到过密法的话呢，都不仅是你基层当中有因缘，就是我可以给你肯定的这个说啊，而且你的这个多生累积，就是千百万年的是你跟这个很多上师和这个佛陀呢有密法的这个因缘，就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分别念说是，这是我们这个藏地法王全知无垢光尊者他说的，他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藏地就是成了圣王，就没有一个不承认他的。所以呢，你这样的这个人啊，有时候所以与这个普贤如来啊，就今生当中遇到这些密法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跟普贤如来就是同缘分的啊，就包括我们就是密法里面的一些修行啊，就金刚念呢，有很多不共的这些修法，这些修法呢，普贤如来就以刹那间当中获得这个就自现自解脱的这种境界，而我们也是就像般若经里面一样，般若经里面讲这个你看见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森林的这个意外的这个孩童的时候，说明就是离开这个密林了，离开森林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遇到这个密法的话呢，就是说明就是有解脱的这个希望啊，就像是这个鱼呢，就是从这个水里面已经够着了，马上都是拉到这个岸边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样遇到这个殊胜的善知识和密法呢，就是有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因缘。所以法王在这里很谦虚的语气说是诸位道友啊，就是诸位这个弟子的意思。诸位道友，你们现在遇到这样的
这么好的殊胜的法，就是应该升起欢喜心啊！你不需要就是还要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怀疑，就是参服着自己的这个心呢。我到底这样修下去的话呢，会不会继生成就啊？会不会对我这个惩罚？护法僧会不会对我惩罚？上师会不会对我惩罚？所以有些人呢，好的方面不想，不好的方面就是想到很多乱七八糟的，就是没有必要的，就一心一意的遇到这个法呢，这是前生累积的一种这个过，就是这是自己很欢喜的。那么基证当中，就像以前法王的一些这个欢喜歌里面，就是欢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基证当中。就是只要是不破誓言的话呢，哪怕是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修持，也是来世就是肯定会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应该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信心呢就会越来越增加的。当然，你如果毁谤密法、舍弃上师啊，那就是不好说的了。就是因为密法的有些誓言呢，就是的确也是比较这个就严格的。当然，这个是不仅仅是密宗，我们这个学菩萨戒也是这个戒律是非常严格的。学我们哪怕是一个居士戒的话呢，那也是很严格的。你说三宝这个皈依三宝，你今天皈依三宝，明天毁谤三宝的话呢，那也肯定堕落的。所以说，有些人说啊，我不敢入密法，不然的话呢，这是很危险的。就是那这样的话，不要说是你不要这个入密法，入什么那个不仅是不能这个入密法，就是你皈依也是很危险的。让实践当中，你任何一个单位当中的话也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单位当中，你如果杀人的话，那判死刑。就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是对坏人来讲，处处都有危险性呢。就是如果是个好人的话，在哪里也是应该是有这个出路的，有解脱之路啊。就所以啊，应该。要升起欢喜心啊，就是大家也是应该这么想